大家好，我係孔志涵醫生，今日同大家講下親密關係溝通嘅藝術。首先要講下點樣避免衝突，選擇一個大家都平靜啦、鬆弛嘅時間，冇其他事情或者人物令大家分心嘅，然之後先至兩個人私下嘅討論。討論嘅時候要注意自己嘅身體語言啦、和平啦、溫柔啦、唔挑釁嘅啦。盡量建立一個共同解決問題、切實商量、團隊合作嘅氣氛。每一次只係討論一個問題，唔好拉一大堆問題嚟討論。用平靜、溫和、尊重嘅語氣。跟住同大家討論下尖鋭嘅開場或者嚴苛嘅開始，相對於唔衝突嘅開場、禮貌嘅開始。尖鋭嘅開場呢，就包括一啲攻擊性嘅説話啦，通常係指責啦，或者係藐視對方嘅説話啦。對方通常呢就會隨即反擊啦，咁好多時雙方呢都會進入惡性循環嘅。我喺另外一個影片講過親密關係末日四騎士。尖鋭嘅開場呢，可以引起另外一個反應嘅，係停止回應啦，或者辯解防衛，而雙方嘅關係就會進入惡性循環。尖鋭嘅開場好多時係指責對方啦，用你嘅句子啦係無禮嘅、隨意嘅發泄，對方覺得你有攻擊性嘅，作出空泛嘅投訴或者批評啦。唔衝突嘅開場其實係健康嘅抱怨，一般嚟講係用我嘅句子啦，有禮貌嘅啦，小心翼翼三思而後說，帶有具體嘅訴求，表明自己嘅需要。舉啲例啊，尖鋭開場就話你只會亂咁使錢嘅啫。唔衝突嘅開場呢，就係話我哋希望有積蓄，可唔可以為財政定下一啲計劃呢？尖鋭開場呢，你從來冇時間陪我㗎。唔衝突嘅開場呢，就係可以話我近來覺得好孤單，好掛住你啊。尖鋭開場呢，你做咩事啊？神不守舍㗎。唔衝突嘅開場呢，就係我留意到你近期好似有啲心事，有啲煩惱喎。其實好樂意聽你分享㗎。尖鋭開場呢，就係你從來唔會照顧好個 BB 嘅，有冇搞錯啊？BB 啲片濕晒啊，你都唔理。唔衝突嘅開場呢，就係我需要你幫啊，唔該你啊，可唔可以幫 BB 換咗條片啊？溝通嘅方法呢，簡單啲講呢，就淨係講我，就唔講你嘅，因為你呢，包括下邊呢度講一大堆嘅啦嚇，你唔錫我啊，唔尊重我啊，你否定我啊，你窒息我啊，你死性不改啊，諸如此類啦，呢啲全部都係帶有指責啦、藐視啦或者攻擊對方嘅。親密關係溝通嘅藝術就係淨係分享我嘅需要同埋我嘅感受啫，英文係啲 I statements 啦，而唔係指責啦、藐視、攻擊對方嘅，英文係 You statements。再舉多啲例子啊，批評對方嘅説話咧，就包括你有冇搞錯啊？招呼完個朋友之後，成個廚房都係碟，你又唔去洗碗，仲要留翻俾我洗，掛住打機有冇搞錯啊？淨係講我嘅需要同埋感受咧，就唔會咁講嘢㗎，就話嗱，如果我沖完涼之後出嚟咧，見到啲碟未洗咧，其實我忍唔住咧就會洗㗎啦。不過其實一路洗咧，一路會埋怨，一路鬧你嘅，咁樣其實會破壞我哋嘅關係嘅。不如咁啊，可唔可以咧請你幫忙啦，喺我沖涼之前洗咗啲碗啊？咁當然呢個最好之前有啲協議嘅啦嚇。OK，責並批評嘅對方嘅説話咧就係，譬如話你掛住去街又唔湊仔，留低工人一個對住個仔，其實咧你又唔去遊樂場，你真係唔負責任啊！
就係講我嘅需要同埋感受咧。當我見到個仔咧，就係俾工人獨力湊嘅時候，有冇得去遊樂場咧？其實我好唔開心嘅。不如我哋可唔可以討論一下咧，點樣照顧個仔嘅安排啊？責備批評對方嘅説話就可以咁講。做冬應該係正日㗎啦，點可以安排其他嘅活動嘅啫？你真係好離譜喎！淨係講我嘅需要同埋感受可以咁講。其實我哋嘅家族咧，一向都習慣咧正日做冬嘅。我明白你家族你冇呢個習慣，不如我哋可唔可以預先討論一下咧做冬嘅安排啊？另外一啲例子，責備批評對方嘅説話咧就係你冇做家務，通地都係垃圾，同埋咧碗碟又未洗喎，搞到我一返屋企咧就好唔開心，好敏陣啊！淨係講我嘅需要同埋感受可以咁講。我返屋企咧見到通地都係垃圾同埋碗碟未洗咧，其實我好唔開心，好敏陣嘅。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啊？喺我未返嚟之前咧清理咗呢啲啦，多謝你啊！最好之前有啲協議啊，更加好啦。責備批評對方嘅説話，你次次出門口之前啊，都係支支整整嘅。我等你咁耐，搞到我冇晒耐性，大發脾氣啊！淨係講我嘅需要同感受咧，可以咁講啦。我擔心咧遲到啊，令到我好冇耐性，我好敏陣嘅。不如你預先喺出門口之前咧，做晒你嗰啲例行公事啊，大家可以準時出門口，好唔好啊？話對方嘅説話可以咁講啦，係你惹我㗎，令到我啲情緒咁差，我情緒爆發，需要發泄㗎，大叫啊、掟嘢啊、整爛嘢啊，都係你搞出嚟嘅。但係其實咧，我可以話俾自己聽，我嘅情緒爆發咧就唔係一定需要發泄嘅，有時我離開咗個環境，做下深呼吸同埋鬆弛，講嘢咧亦都唔需要咁講嘅。其他有關溝通嘅影片咧，多謝大家。